神尊莫要生雪莹的气，今日之事都是雪莹的错，只要可以让小殿下消气，雪莹甘愿做什么都可以。你若真心知错，就应该去找上古道歉，而不是到我面前惺惺作态。只是小殿下还没有消气，肯定不会轻易原谅我的。也是，那本尊便抽你1000年神力作赔，以示惩戒。什么？不愿意？方才你所说的，可都是违心之言。雪莹不敢，只是雪莹司长下界4季，若是神力受损，恐怕会牵扯甚大。还有神魔之战之时，雪莹也算是有些战功，这般处罚，恐怕旁人也会非议于你。你倒是想的挺多，不过照样该罚。你明明技不如人，却不知勤加苦练，只会用些歪门邪道。我记得我早已说过，长渊殿内不许女君进入，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你。神尊，神珠已经送过去了，依您吩咐，我只说是雪神殿中的人，没做半点马脚。收起来吧，日后用不到了。神尊，您不去找小殿下了？不必了，去告诉他，明日修行，改学帝王心术。是。神尊，小神还是想多嘴一句，自瞭望山归来，小殿下修行极为刻苦，他毕竟年幼，来日方长啊。你是在怪本尊对他过于苛刻了吗？小神不敢。他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如今我若懈怠、心软，便是害了他。快去吧。是。小殿下，这是雪神派人送来的赔礼。区1000年神力，比我混沌之力差远了，我才不稀罕。你笑话我？你是觉得我的混沌之力难以大成是吗？明天我就不去长渊殿了。我那风筝都坏了，他一句安慰都没有。区一个小比武就小题大做。哎，还3界是如何颠覆的？我看他脑子颠覆了才对。气死我了！我刚才凶百绝了，他肯定生我气了，我肯定在他心中的形象已经不完美了，但是也不怨我，对吧？他先凶我的，所以我在他心中的形象还是完美的。追一个人太难了，月迷说的对，就是不能抱太大希望，对吧？这可怎么办啊？